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受到风面影响，今仔变天，透早中华以北透大风，佮落大雨，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明仔载风面通过，雨会连续落4日。18市空桥国际学校学生骑车环岛，一个学生被弄甲重伤，分别指数对3进步到8，今仔嘛转到台大病院继续治疗。总统赖清德今仔去天主教台北总署，设立教宗彭济高的灵堂证书。外交部表示讲，望争取总统会当亲身去梵蒂冈来参加丧礼。来看受到风面的影响哦，今仔变天咯。透早中华以北真侪所在拢透大风，佮落大雨。气象署嘛发布大雨特报，明仔载风面通过哦，同款是搁湿搁凉。拜五开始，华南分河区往东平线，落雨的范围会搁扩大，佮加上有东北季风落南幕，到时阵北部的天气会愈来愈凉冷。会到礼拜哦，天气才会较稳定。气象署嘛提醒讲，这几日咯天气的变化是真大，可能会熊熊落大雨，所以得爱特别注意。拜三早起，熊熊透风，像一阵大雨。受到风面影响，气象署表示，中部以北地区到拜四拢爱注意有短时间的强阵雨。拜五开始，因为华南分河区往东线，落雨范围会扩大，北部、东北部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北台湾地区的这种短暂阵雨、雷雨的状况会比较局部，可是还是有可能发生。而在中台湾这边呢，就比较算是零星的部分。南台湾呢，其实比较偏向是多云到晴。到了周五、周六，刚刚提到了。华南云雨区的东移，再加上东北季风，可以明显的看到跟周四比，这个雨势的情况又再度的上升上来，特别是在比较偏向是北台湾、东北部这个地方。气象署表示，到礼拜进前，中部以北东半部落雨几率真悬，除了落雨，拜四暗东北季风落南，到时阵北部地区早暗会感觉较凉冷，气温大约19度左右，但到礼拜才会渐渐回温。主要影响24日的晚上到26日这段期间。温度这边可以看到，在低温的部分，特别是北台湾降温比较明显，可能会到这种19度啊、20度这样子的温度，这是久违的，在夜间清晨比较凉一点的状况。中南台湾也是会有感觉，可是如果你看到白天的温度，普遍的还是比较偏向是这个花东啊、中南台湾还是在比较偏23度以上。都还是比较温暖。气象署强调，接落来这一礼拜雨会较济，尤其拜三、拜四对流包排一排通过中部、北部，对流真明显。落雨前可能会有强阵风，落雨时间歹按算，而且可能会是瞬间的强阵雨。建议民众这几日出门爱随时早雨伞雨满。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秀工校区300个高一学生骑脚踏车进行环岛成人礼的活动哦。昨早起10点外，骑经过中华的鼻头，和一台颠倒向的轿车弄到，有7个学生轻重伤。受伤上严重一个细眼的学生哦，昏迷指数只有3，抢救了后已经进步到8，性命现象是真稳定。今仔这学生嘛转移转来台北台大病院继续治疗。新北空桥国际学校秀工校区的学生，对台中大的饭店准备坐游览车要去苗栗德南。经过疑的意外，一个学生心内犹原惊，校方赶紧调整行程，23规工无骑车。中间我们会利用一些时间让师生做一些互动，然后让老师能够去多关心一下学生的心理状态。校方表示，7个受伤的学生当中，6个伤势较轻的，已经由家长接回去，也是转移回去台北的病院治疗。其他学生后续行程嘛调整，上尾2天改骑安全的自行车道来完成预定的活动。也若是伤势较严重细眼的学生，是送去中华基督教病院的时阵，昏迷指数干那3，经过抢救，这昏迷指数进步到8分。虽然有好消息，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目前仍旧在加护病房全力抢救当中。不过医生指出，目前也未脱离危险，病情也搁爱观察。也若是这个肇事姓肖的驾驶，事发进前嘛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伊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车速一个紧一个慢，佫会危险切车道，甚至一度传出失联。警方疑已经甲伊具体告案。本分局不排除任何的可能宜第一时间要报请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核发尿液及血液的鉴定许可书采验之后紧急送验中。警方表示，嫌犯拒绝夜间侦讯，会赶紧完成笔录了后，依照涉嫌过失伤害甲公共危险罪，移送中华检方侦办。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高中帮这国白色天主教台北总主教公署设林堂对书，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去哀悼致敬。高中的丧礼会伫台湾时间2日举行。赖总统敢会亲身去参加？外交部处长吴志忠表示讲，佮加校订交涉。我们当然是尽全力嘛，哈。其实我们邦交国就是我们找寻一个最适当的人，希望可以去嘛，对不对？那因为在这很短的时间内啊，全世界人都要去参加教宗的葬礼嘛，哈。那基于时差的关系，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教廷的一些的现在他们的一些考量嘛，哈。啊，所以所有的人员其实都还在讨论啊。所以交涉让总统可以去。对啊，我们政府当然是全力交涉让总统可以去嘛，哈，这是作为外交部最重要的目标嘛。有战力吗？目前哈，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哈，但是最后结果可能还需要，就是最后适当时机，我们当然就会公布，好不好？吴志忠指出讲，外交人员佮加校订来协调参加教宗丧礼的遴选哦，这是上重要的目标。望讲，互赖总统会当亲身去梵蒂冈来参加丧礼，然后方案哦，就会马上来公布。再来看行政院核定880亿哦，要来协助咱国内产业因应美国的关系。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表示讲，经费若无够，会过来做调整。针对半导体可能卖风口关系，郭志辉是认为，先进制定的这个晶片哦有竞争的优势，伊袂烦恼。也毋过，先修制定的晶片利润较少哦，伊会想办法来降低影响。另外，针对台积电哦要去美国来扩大投资，投审会是表示讲，佮还未收到申请的文件。因应美国关税的冲击，行政院进前决定880亿来做产业支持的方案，佮调整工业部门贸易用资利息减免措施，会当受惠的企业数量有关到12000间。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这880亿的协定是以当初美国一开始针对台湾要扣32%的关税来做计算的基础。这880亿到底够不够？880亿如果不够，我们还会往上再调。我们是雨天不收伞。所以申请了重优、重塑、重检。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会协助台湾企业争取新订单，万不伊需要政府的补助，会保持后天唔收雨伞的态度，快速申请。伫续落来谈判过程当中，只要关系到产业或者是相关的中业国人会造成巨大冲击的部分，拢会尽力甲美国沟通协调。若台湾要安怎甲美国谈判？郭志辉表示，目前因为是进行式，无方便对外公开。各立委关注目前台积电敢会当做和美国谈判降低关税好牌。我们现在手上有什么筹码？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列入这个筹码考虑之一啦，哈。但是我们筹码有很多，报告委员，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筹码，哈，请你相信政府。半导体产业链是不是会加大外移？因为他们的获利啊都是比较少的，所以那么高的关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们也会请美国的客户来跟影响美国的政府。我们也会跟台湾的这个客户啊，跟他们谈。外界也关注讲，台积电3月宣布讲要扩大对美国投资1000亿的美金。郭志辉是表示，目前投审会也未收到资料，也若讲是倒位卡条咧，这个要问台积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军外交部甚至总统府拢传出强调渗透哦。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指出讲，中共渗透国军哦，主要拢利用网络接触阿兵哥。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表示讲，包括商务处长在内等90来个人，伫任用进前哦，拢有经过特殊的查核。行政院嘛已经开始在检讨公务人员的查核制度。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外交部长时期的助理何仁杰，互逼出变做中国间谍。国防部总统府也小连续逼出中国间谍案，面对国安单位互中国间谍渗透，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举行专题报告。不过总统府甲国安会煞无人到场，互调委黄仁真不满，批评讲这是藐视国会。总统府及国安会拒绝出席，这不仅是对民意的漠视，也是变相在隐瞒真相，企图粉饰太平。针对中国渗透国军的方式，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中国即马透过网络渗透，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并且改用全面吸收，接触国军的基层官士兵，用金钱甲拐或者是威胁台湾情报，国军会修法反制，也建立接笔资格认证的机制。不管是在财务面上有没有一些
状况。然后在这个尽管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频繁出入这个，特别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些都是在我们查核的范围之内。顾部长所提出的像国防部内部人员揭秘的这个相关的规范，我们也可以参照，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比照来办理。各地向强调讲，国军每3年进行一届的安全查核。但民基指出，外交部的人员牵连到国家安全或者是重大利益的工课，包含相处等96个人，人员进前拢有特殊的查核。另外，中国无排除对台湾进行斩首行动，总统身躯边的特勤人员也是中国去守的目标，立委是非常关注。我们有实施的，除了一般的查核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仪器的一个测定的一个查核。那仪器测定的查核也就是测谎。它有没有被吸收接触？这个都可以显示得出来。立委呼吁特勤人员要定期换人，避免元首的行踪互掌握。黄明昭表示，每半年就进行安全的查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北检侦办罢免的造假人士，进前约谈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立金卢等人，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嘛伫地检署外口的禁制区抗议，涉违法集会。法务部长陈明谦是表示讲，北检一定会侦办咯。在野党是质疑讲，内政部长刘世芳指挥办案。陈明谦是表示讲，这伊无法度代替回答。罢免人数进入热战，最近刷假日造假风波。那上坝高雄等地霸团连续遭到检举侦办，进前基隆地检署侦办罢免国民党立委林百祥连署书涉嫌伪造案，说是透早6点到连署人徛街去市民陵，被质疑扰民。法务部长陈明谦的回应，稍可引起争议。这是属于合法的一个行为。考虑到基隆的特殊性，因为基隆的民众绝大部分都在外地的一个工作多，所以我们避免就是说，那个被传唤的对象那个说还要再跑一趟，所以我们就专人的送达来。他叫专人送达哦，你看连主席都害逃啊啦。那已经都大家就准备要上班的时间了嘛部长，你真的确定哦？部长所以需要早上6点去送，我觉得这句话蛮就是那个6点半以后6点半，我觉得这很不妥，讲这句话很不妥。进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人到北检车园，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女检署，事后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警政署甲台北市警局严正执法，强调警方会传唤朱立伦等人，外界质疑刘世芳解释过限。不过，伊搬出集会有刑法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也引起在遐质疑。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谁可以指挥警察办案？检察官。检察官嘛，内政部部长不是司法警察官，他不能够指挥警察办案。那我现在看不懂了，凭什么刘世芳去指挥？要先传唤首谋朱立伦、谢龙介、杨志宇。这个是刘部长在其他委员会的一个是，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带他回答这个问题。陈明谦记者回应，敢若表示针对地检署外口牵涉的违法抗议，辖区警方已经报请北检来指挥，分下一案侦办当中。黄女检署进前被无报请回，不过北检不服，支持提起控告，指证伊犯罪嫌疑重大，有其压迫必要。台湾高等法院上紧自杀的裁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区前议长郭信良因为市地中华备案，被判13档的有期徒刑，伊个涉嫌台南立电供电厂开发的备案，接受三地集团的污洗，昨5号检调约谈透明真实，落尾是以30万交保。三地集团的董事长佮因造商拢以20万交保，目前嘛佮继续扩大咧侦办。23早起6点外，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以30万交保，伊的车直接对桥头地检署的地下室驶走。搁较早进前，除了郭信良以外，也有三地集团姓曾的董事长、台南市府官员等10外人，拢互带去市调处理清案情。经过复审了后，三地集团董事长也佮有姓朱的业者，拢以20万块交保。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而已。22透早，检调先去郭信良的徛家搜查，同时伫咧三地集团董事长的徛家查扣到相关的资料，也佮有效谱，包括台南市议会、台南市政府也去互检调大动作搜查，也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李伟智也以证人的身份受传唤，引起正大的震撼。
司法秉持勿枉勿纵的精神。好，那当然，绿电、光电这在台南一直长期被污名化，所以我们希望检调尽快的去找到真正在破坏我们绿电政策的人。台这绿能光电伤济，速度上慢，所以咱三地拜托郭信良，议长，甲市政府，管束讲较紧的，按30分到尾就知影。 无什么重大违法的代志哦。要求我们所有的公园一定要恪守这个廉能清廉的政治那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我们不是我们约束的范围，所以我们尊重司法。郭信良因为介入市地定位弊案，台南地院已经甲判刑13档，即届又搁受调查。检方怀疑郭信良协助三地集团顺利通过土地开发，互伊本人甲三地集团取得大量的不当利益。不过详细金流阁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也是检方后续追查的重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刚才因讲，陈菊中风已经断伊要4个月了。昨有网友伫 PTT 问讲，陈菊敢亲像已经过往了？消息传出来高雄医学大学是摆回讲这是假消息。警方嘛随着找到这发文的人，嘛以社违法来上班。 警察将女网友带转去分局，因为伊是日暗时伫 PTT 发文，以提问方式讲监察院长陈菊疑似过往的网友。发文了引起讨论，负责治疗的高医接到通报，赶紧表示这不是事实。确认清楚再发言，对大家都会比较好了。诅咒人生命的谣言非常可恶且缺德，感谢警方快速抓到造谣者，祝福陈局院长健康。 看到做过高雄市长的陈菊洪造谣，互高雄出身的立委感觉真失德。根据了解，陈菊去年底因为脑血管塌的等问题，带入去高医治疗大约4个多月。院方进前捌伫家属同意下，公布陈菊目前复健状况稳定，而且一直进步当中。伊已经强调，网络谣言不是事实。该则贴文未经证实及转发散播不实讯息。 本文局收获之后，立即以刑警大队、科侦队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火速于4小时内将贴文者陈女来查获到案。警方伫4点钟内找到发文的单姓女网友，专案会以社违法，而且高雄地院简易庭裁处，嘛提醒民众唔通转发来源不明，也是无经过证实的消息，以免违法。公司新闻单环务柯正俊、民交馆高雄报道。 伫网络发言接受信息，拢爱特别细利用，唔通掠准讲秘伫电脑后面乱铺文，袂有代志。今仔卖个骗人，咱特别请上银来为咱解破讲，伫网络铺假信息会受到什么处罚？各民众是要安怎来分辨消息的假甲真？是主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网络的消息呢，是真真假假，一个也摸唔到，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甲社会。昨有一个44岁的查某的律师，因为伫咧线顶看到人讲有大官过身去，连面就去想到咱的监察院的院长陈菊，所以昨下暗7点外呢，伊家己因为好闲，转伫言论平台 PTT 答文来问讲，这陈菊敢是过身去啊？结果这篇文章随一个传过一个。 尾呢传到高医去，高医是出面来证实是假消息，这唔是事实，而且佮出动警方去查这个答文的作者。经过4点外钟，这警方是来查伊网络的 IP。4点外钟过了，才总算抓到人，而且依法甲伊上班。而且咱特别提醒大家讲，其实这款的答文呢，已经犯到社会特殊维护法63条。 散播谣言影响公共安宁，这呢是会当依法甲这个答文的事主，甲拘留3日，也是罚3万块的。其实咱看这回，这警方呢连面就抓到人，连面就甲办，这主要就是因为讲这个答文的事主呢，伊并无改变线顶 IP 的主旨。那阵今仔日是一个较大层的诈骗事件，安尼这嫌犯甲线顶的 IP 主旨变来变去，就无遐尼好抓。因若这分辨假消息到底是有啥物款的美感咧？咱千万要注意。那阵这信息呢，实在是伤过含糊，而且呢，网址呢是无清无楚，一寡甲事件相关的关键字词，咱拢无看到新闻媒体伫咧报道。安尼甚至呢，也有伊的排版甲图文看起来奇奇怪怪，就是讲遮整一块，遐个打一块，安尼就真有可能是假的消息。上界明显的就是讲，那阵今仔日这条消息呢，已经互查证的网站甲点名去啊。
安尼就千万唔通信，嘛唔通黑白传，才袂去帮助犯罪，也来影响到社会。以上就是今仔日卖个骗来的单元，即马甲现场交通向主播。感谢相迎哦，咱继续来关心，国共生机的流感疫苗是占公费疫苗5成以上哦。有内部人表讲哦，因为风台放假，有人违规，甲120只的白鸟鼠啊，放伫实验室3日哦。鸟鼠是放假规个，恐惊污染到实验室。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表示讲，小鼠今仔已经去稽查咯，那违反相关的规定哦，相当罚款200万。部长嘛讲哦，流感疫苗就爱经过11项的检验，合格哦，才会互民众注。国共生机嘛发声明强调讲，这家疫苗药品生产制作是无同款的实验室，药品的生产拢有正严格 GMP 的规矩。国共生机是台湾第一间研发生产疫苗的上市公司，当年提供5成以上的公费流感疫苗，予国民来注射。不过，却传出有内部的检记者也空讲，台中潭子区的实验室有上百只的鸟鼠乌白走，规间实验室是臭烘烘。外界是烦恼讲会污染到疫苗研发甲生产。实验动物的这2件事情啊，都是发生在这个研发的实验室有关啊。那么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产品的生产、疫苗生产是没有关系的。对此，国共生机23出面驳回讲，这件事件发生伫去年7月，因为强烈的风台凯米来袭。台中临时放风台假2天，地主无法度按时甲实验室的动物随送到南投的专用动物房。研发实验室甲疫苗生产作业的场所是无同，未有疫苗污染也是变质的问题。现在卫福部长邱泰源也表示，小署会派人去稽查，若违反相关的规定，会依法裁处。如果说的确有在违反 GMP 的规则我们可以用药事法来罚款至少3万到200万的中间。现在食药署表示，查核了后，初步掌握到这个实验室是研发部门使用，无看见到上市产品有关之生产甲品管的作业。下调实验室的作业天数，理清讲违反 GMP 甲药事法的规定，若违规会当罚3万到200万。并且搁再强调，国共生机所生产的流感疫苗，搭配拢经过11项的检验，合格了后才会予民众注射，确保品质安全无疑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去年发生伫台中捷运一个20岁查甫人哦，揸3支刀啊，伫车厢内攻击乘客，台上2个民众，一审是互判10档哦，伊不服提起上诉。今仔2审宣判，因为伊有甲其中一个被害者和解，所以改判9档9个月，专案是会当去上诉。去年5月，20岁姓洪的查甫人讲对社会真不满，所以选伫咧台北捷运地质案10周年的即天，揸3支刀啊去坐台中捷运，伫咧车厢内底举刀乌白攻击，扑伤2个人。一审判10年有期徒刑，不过对姓洪的查甫人不服，提起上诉。台中高分院23、2审宣判，考虑到已经甲其中一位被害者和解，所以改判9年9个月。本院审理后，认原审未及审酌，被告已与被害人吕兰达成和解，乃撤销此部分杀人未遂之判决，改判处被告有期徒刑7年6月，其余上述部分则予以驳回。台中高分院表示，姓洪的查甫人犯2件杀人未遂，还有1件恐吓危害公共，计共3罪。不过考虑到已经甲被害者和解，所以原本判7年10个月，改判7年6个月。不过合议定认定伊有杀人的犯意，所以其他2罪上诉拢甲驳回，计共是判9年9个月。因来受害者的家属是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希望这件代志会当互社会启示。我们就是尊重司法，因为这个是法律的东西，我不太懂。希望社会有所约束啦，不要说不高兴，还是说某某因素就任意伤人，这样不好啊。宣判即天，姓洪的查甫人甲被害者拢无到庭听判决，进前伫咧民事庭，这嫌犯就已经甲姓柯的受害者调解，因若姓李少年的老爸是无讲用偌济钱和解，专案也阁会当上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昨暗10点外，一台国共客运的巴士驶到台北市林区的新德路4段，向冲到人行道哦，启动着树啊才停落来。加在车顶14个乘客是无受伤。初步了解哦，这客运的驾驶可能是因为身体无爽快，也毋过详细原因爱个调查。公路局嘛已经去国共客运要来进行调查。TVB 呢证明头前这台国道客运伫日间司机控制一直向边仔偏过去，
规台车驶去菱形道弄到路边的树仔丛，规丛树仔拢倒来。拖吊车到现场，甲这台客运拖走，广播人员也派人来清理。不过，这架车祸弄急的声音真大声，边的大伙都拢走出来看。昨天车子怎么浮上来啊？我看那个灯把那个出口刚好撞断了。就是发生伫咧台北市树林，回间互伊拢甲人破去，碎片也甲龟头卡，现场为警示线。警方调查，这台国光客运伫暗10点多，驶到承德路4段，突然间甲机器弄到树下，车内迄当阵有14位乘客，好佳在人拢无受伤。这个工时大概都在规范之内啦，平常有高血压啦，匆忙上班忘了吃药了。开了第3趟的时候就觉得说开到那路段有一点头昏吧，那想要靠边，结果可能就不小心就去擦撞。经过证实了，这位驾驶并无酒精反应。警方初步了解，敢若是驾驶身体无爽快，不过真正原因也来调查。这种有事故性的哈，有人伤亡或者是像这个比较争议性的，今日会派员到公司办理公司查核啦。如果相关的违反的部分那我们当然会依照依规进行查处吧。国光客运出代志，公路局也去业者的公司查核，调查相关的人车管理是否受符合规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针对黄有的原商有立委提案要来修正社会化相关条文修正草案，要来加强处理，搁增加还未完成交易买当处罚。也毋过内政部是表示讲，行政法度是无法度来处罚还未发生的行为，所以无建议修正。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3摆审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真侪立委关心黄牛乱象已经严重影响教育秩序甲消费者权益。提案将被阶段黄牛达至处理范围增加，意图转授营利者伫未遂阶段严格开发。明确的将意图转售图利纳入处罚的范围，不论是不是有成交，只要有黄牛的意图，就应该要依法来开罚。再者，适用范围必须要扩大，各式休闲及商品票券全部都纳入我们这次来修法的规范，而这个罚款由原来的新台币18000元以下，提高到38000元以下的罚款。内政部是表示，购买而且想要转卖票券的行为可能属于未遂，行政法无规定处罚未遂行为。为防止黄牛票的行为，行政院跨部会会议已经组成决议，汇到各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处理。文化部要安怎来转化，佮继续来加强嘞。文化部也是教育部吼，因有定转化了后，阮徛咧竞争顶悬是该协助吼。但是你即摆若所有的部门拢全部佮灌登来社会秩序维护法吼，有当下也变成好像往后退。网友已经有专法在做适用，如果说有一些顾问不足，是应该从专法这边来做修订。我们修不是我意思，不是修是修文创法来修。来修这个来规范这个黄牛。内政部进一步表示，黄牛行为应该回归各票券主管机关依法管理甲查处，无建议修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年的台北国际车用电子电脑是有真侪智慧电车的电视，也毋过大家拢真烦恼，讲美国的关税政策敢会影响到汽车产业咧？那么做伙来关心。纯电动车要开要关，试一个就会使。2025年台北国际车用电子展览，自传统的车用零件，包括着智慧电动车，鸿海科技集团也秀出因旗下上新款的 Model B， 也个按算伫咧2025年年底要销去美国的 Model C 北美版。外界对咧关心汽车产业受美国关税影响。那我们在北美、在台湾，未来在东南亚也会有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相关产能。所以区域制造这个是我们在几年前，这个董事长就已经提到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真侪规台车的厂商讲到对市场的担心，另外也有汽车的零组件，包括广电、南纺这款业者，拢是销去美国的大户。业者也讲到，有这款人客怎么要求因赶紧出货，也有一寡下游的厂商是唔敢先有动作。
有些厂商是急于出货，但是有些厂商还是观望的态度。OE 厂供应链的话，它必须及时上工，它零件必须马上巨大。应该说，因应国际的这个贸易的一个竞争啊，我想国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更创新的一个技术。传统的零组件受影响，经济部的车辆研究设计中心也突破整合台湾智慧驾驶产业的量程，研发出 Level 3的自动驾驶系统，希望和汽车零件运用一个standard走向后一步。我们汽车零配件整体的出口值达到2285亿台币，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当然，我们的业者呢会全力的来应变。这边美国的关税政策，汽车产业也伫咧观察名单内面，所来是毋是受到影响，大家拢伫咧观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邓英台要求总预算的改动案全部拢送出去，网络出现艺术文化部的内部文件要求讲发文的时用字就爱细腻，才袂互认为讲这早就写好啊。文化部的处长是讲因这是内部的提醒，嘛希望讲唔通引起外界的误会。伫总预算内面有要加1600项冻结案，金额到1380多亿。行政院长邓英台特别要求改动案，各部会全部拢送出，请立法院赶紧改动，互政府会当推送。不过，伫咧网络上怎么流传一张批，内面敢若是文化部的内部文件，内面要求内部的人员搁再看一遍报告的用字，确定袂互人破解真济，早就写好啊。文化部23到立法院备询，引起在野党立委追问这个问题。这位基层人员，我们就不用特别讲他的名字，不过网络已经炸裂了啊！经指示，这应该是来自于文化部主计处的人所写的吧？要确认。不会被解读，早就写好的，避免外界误解。文化部现在正在全力赶办当中，那预计应该在这一周，我们希望可以全部送出来。现在都还没有这样的达成建制任何一个海外驻点的这个情形，那请问理由是什么？驻点就需要投资在硬体上，那就会有在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预算基础。那我想对文策院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人的串联。对此，王时思讲，这只是内部工作的提醒，唔通引起外界误会。另外，立委是斗相共讲话，担心的说，过去文化部对创作者的支持量能，到今天我们还有办法维持吗？今年度文化部的预算总共被删除了11亿，大概有一些会确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譬如说我们的补助的案件的数量可能会稍微降低。原来这位发布的人，敢若是和网络逐个所查看，讲到底是啥人？王时思也在一边强调，伊是具有工作的责任，提醒大家，若是因此被人所查，讲出个人的隐私，这也真无妥当。希望大家尊重基层工作人员，也重视台湾文化发展需要更加侪经费支持鼓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5档囡仔车祸死伤的人数是有增加的趋势。尽管基金会就指出讲，目前国际上针对囡仔安全意规范已经有更新，也毋过咱台湾嘛是个继续用旧的标准。基金会是呼吁政府应该就爱检讨。漂检局嘛表示讲，一定有会研究咯。大人3、2个手就甲囡仔坐椅对后车道扛到后座，真简单就当守护囡仔一路平安。不过，目前国际已经采用更较严格的 R129安全座椅，台湾到达犹原用国际已经唔用的 R44规范，这毋若欠2边的龙的侧翅，侧翅当中的假人也敢若会当评估胸坎甲头部的加速度。在车祸当中，至少3成以上是来自于侧边撞击，所以我们可以说 R129的商品，因为有了侧撞的保护的设计，它肯定更有效去保护小朋友的一个行车安全。那如果我们还是踩在这个旧的 R44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有关于产品的一个交流上面，就会受到相关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也很担心，未来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办法使用到这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座椅。R129是改用囡仔身悬做依据。比起R44以体重做座椅分级的依据，搁较会当精确对应囡仔的成长需求。目前包含欧盟、日本等国家已经全面推行 R129的标准。相关基金会烦恼讲，台湾若准继续用已经换掉的旧规范，无对着国际的脚步，未来可能会致使无法度进口新版的安全座椅。
造成新生儿无椅仔通坐。这个测试人偶这一块都不一样，所以整个都要更新，然后前撞、后撞还有侧撞，其实这个测试设备都很贵啦，我们估起来要1亿多。规范的修订是袂当急放放，经济部标监局对此也真接受，已经开始规划修订，也已经安排甲业者会面讨论相关的修订，按算今年就会收好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大研究指出，讲目前台湾8岁到15岁精神疾病加权终身盛行率超过3成咯。焦虑症甲困眠的障碍是囡仔上常去看的精神疾病。台大病院嘛呼吁社会着爱重视囡仔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下课时间，爸母来接囡仔，这山区是真热闹，大家有讲有笑。拜三是世界婴仔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日，台大病院举办记者会，呼吁社会爱重视囡仔的心理健康。现场也邀请2位过动症和自闭症的个案，分享因伫咧成长过程当中接受治疗的经验。到国中发现课业压力开始变大，然后加上可能同学间可能。相处之间，可能大家都是已经有点长大，开始叛逆期，所以那时候我爸妈开始压不住我，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寻求帮助。他18个月的时候诊断是重度的自闭症，但是他在7岁的时候被诊断出他是资优天才。台大这份研究调查1万人，发现台湾整体精神疾病的加权终身盛行率达到31.6%，其中离小精神疾病当中上常看到的包括焦虑症占19%，困眠障碍占12%，过动症占10%，而且当中有8%学生捌想过要自杀，3.6%捌有自杀的计划。不过，若甲数据和健保资料去比对，有去病院接受治疗比率增加。有关忧郁症或焦虑症等等，那健保资料几乎等于0。也就是说，这些当小孩子他有内在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或是有一些想法，只要他不说，父母可能不知道，他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另外，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研究也指出，目前台湾18岁以下的人口是400万人，不过儿童精神疾病医生却无到400人，医疗资源是非常无够的。专家建议政府会当成立儿童精神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才会当有够格的资源来重视囡仔的心理健康。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搁再新闻来看，美国卫生部甲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展开记者会，宣布讲会豆豆来禁止化学合成的人工色素，有几啊千种的食品恐惊会受到影响。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就表示讲，2026年进前会禁用8种直接使用的人工色素，来就是予美国终身健康的公共健康计划。FDA 嘛拍算会来核准新的天然色素，予食品业务有替代的添加剂通使用。And we're gonna get rid of the dyes, and then one by one, we're gonna get rid of every ingredient and additive in food that we can legally address. 美国卫生部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自治伫华府开记者会，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宣布，要伫2026年进前，豆豆禁用8种常用的人工色素，其中2种会先伫未来几礼拜禁用，为解决美国食品系统甲健康政策起步。参加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麦凯利也展示天然色素，表示会推广予食品业者。Red dye. Try watermelon juice. Or beet juice. 这项政策受真侪健康倡议团体欢迎。真侪研究发现，这照有机合成的人工色素可能致使部分囡仔神经系统行为问题，包含过动症甲注意力的问题。FDA 1月已经宣布，常常用伫糖啊、糕啊、饼啊甲药物的红色3号色素，会伫2018年停用，原因是伫实验鸟鼠身躯发现癌症。In summary, we are simply asking American food companies to replace petroleum-based food dyes with natural ingredients for American children, just as they already do for children in other countries. American children deserve good health.
包含加拿大甲澳洲，水防人工色素爱伫包装顶悬附警告标签，当地制造商也安尼倾向用天然色素添加物。美国 FDA 也伫2日宣布几礼拜了后，会核准4种天然色素添加物。未来会继续核准更较侪种类的天然色素，来协助食品公司改良食品的配方。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宣布讲，国务院要大规模改组，国内编制要减少15%，全球100外部门卖来改组。其中，美国在台协会 AIT 敢会受到影响呢？国务院是表示讲，应该评估全球的布局。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嘛，因为美国要退出，嘛准备要裁员改组。Welcome aboard, everyone. Today,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and at the direction of Secretary Rubio, we are reversing decades of bloat and bureaucracy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美国国务院要大规模改组，建立美国优先的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当中提起美国甲中国的竞争，指出国务院的规模过头大又搁官僚，若准安尼落去，会无法度伫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做出外交的成就。根据美联社得到的资料，包含734个局甲办公室正合作602个，137个办公室刷到国务院内底另外一个据点来提高效率。另外，改革方案当中关掉甲整合全球100外个部门，国内人员编制也要大减15%。This approach will empower the department from the ground up, from the bureaus to the embassies. Region-specific functions will be consolidated to increase functionality. Redundant offices will be removed, and non-statutory programs that are misaligned with America's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This is a reorganization plan. It is not something where people are being fired today. They're not, no one's going to be walking out of the building. It's not that kind of a dynamic. It is a roadmap. Its plan. 另外，伫美国大扑掉金案的情形之下，世界卫生组织嘛是要减少编制，因为因有真大预算欠缺，会改组甲裁员。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表示，要甲总部的各界领导团队对12人减少到7个人，部门也对76个缩编做34个。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明年1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也一直为这件代志做准备甲应用。花费伫2022年到2023年，予世界卫生组织13亿美金的预算，名目是特定项目的主管管钱，另外是评定会费。不过2024年到2025年无纳，也按算未纳。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宜兰市昨下晡一台工程车为着要超一台奥多拜去弄死一个骑奥多拜的民众。这台工程车的驾驶无停车就驶走，警方是看利用车牌来抓人。这台车市区的驾驶到案是表示讲，伊唔知伊家己有弄到人，伊嘛已经互警方上班咯。一台机车互后边工程车超车撞到，汽车骑士倒伫涂骹，安全帽喷飞，工程车也无停着走。附近民众报案，救护车赶到现场，按过技术送医，也是救无倒来。我坐你这听砰一下，人就出来安尼。啊，可能他就是要出来嘛，啊，车子直行啊，啊，歹有去卡到啊，就这样子而已，嘣一声。附近民众讲车祸状况，认为工程车的车速正紧，比如人是既然当个标的标讲，标方听到消息是真唔甘。唔叫我来标的，啊，伊就奥迪啊，你看到都会出去。这车祸发生在宜兰市古城南路甲成平街路口，警方用车牌捉车通知肇事市区的驾驶到案说明。伊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无感觉有弄到人，唔是故意逃走。驾驶肇事后未停留于现场，经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查明肇事车辆下午3时许即通知其到案说明，并实施土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警方表示，工程车驾驶赛车时阵无保持安全距离，专案照肇事道约定罪嫌上班，也呼吁民众骑机车戴安全帽啊，爱扣安才会安全。公司新闻宜兰报道。桃园分局昨暗甲环保局做伙执行检讨专案，来了违规改车发出噪音的车短3点钟，就开出超过2万块的罚单，收到红单的车爱搁去检验。暗时4月正正，一寡乌多摆车小过，实在正吵。有一寡是违规改装引领、排气管，也有人装较大声的喇叭，装大拍插目的头顶电火。
那制造噪音影响民众生活安宁，也危害道路安全。突然有车子呼啸而过的话，我们车上有小朋友都会被吓到，或是说在走在路上，对，就是很容易受到惊吓。对，那也会影响到小朋友的作息啊、睡眠这样子。有没有被噪音车吵过？当然有啊，就是紧闭门窗啊，像这边有时候也会有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很困扰，对不对？当然困扰啊。为了要解决民众的困扰，针对噪音车特点，环保局甲警察局无定时、无定点伫咧执行检讨专案。第二案伫咧大邱高中头前采噪音检测点，自暗时8点到11点，总共查到8台车，现场开单过发。伫咧3点钟内面，几个单金额就超过2万块，要求车主改善了去复检。改装噪音车计查获8辆，裁罚金额为22500元。本分局呼吁，改装噪音车酒驾及超速危险性高，将持续严格取缔。环保局统计，自从实施检讨专案了，噪音车的定情案件已经降3成。桃园局同时伫咧较容易发生事故的路口实施封锁式的路边查检，主题饮酒开车、危险驾驶抑有超速，提醒驾驶人。酒驾超过标准，每1公升0.15毫克，会当场把车牌拆来查扣2年。另外，超速40公里，除了罚款以外，还会吊扣牌照6个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花莲警方最近接到民众报案，有一个老大人骑奥多摆提枪伫吉安乡沿路大粪鸟啊，警方找到这个老大人，嘛伫个厝内找到一支空气枪这个嫌犯讲伊大粪鸟啊是要掠来食，粪鸟的主人虽然无要提告，也毋过伤害动物已经违法了。监视器画面内底，这个穿蓝色甲骑机车查甫人，就是涉嫌提灯枪伫吉安乡沿路大粪鸟嫌犯。17早起，伊伫南华5街附近四界找找目标，最后停伫一个面体头前向出来粪鸟开枪。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迅速掌握嫌疑人，于日前执行搜索，并且查获空气枪1把。全案依毁损、恐吓公众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伊讲了表示，大粪鸟目的是要食，虽然主人无愿意提告，不过饲粪鸟的人算认为案情不单纯。自己吃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就是这个子在训练的时候，他们都会贴电话在甲板上面，然后他就会跟着电话去勒索，一般都1000、2000、3000不等。这人提空气枪，用是俗称喇叭弹的烟剂枪支，经过检方检验，伊的缴获数值无超过法定标准，虽然无向违反枪炮弹后到海关这条例上班，不过也违反动物保护法。任何人不得伤害、虐待、伤害动物那如果有这样子违反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裁罚15000到7万5的一个罚款。扶持粪鸟人所合表示，最近都有比赛，提醒车粪鸟若是比赛粪鸟，可能甲私人有关系。餐厅业者表示，食粪鸟拢是饲28日，比赛粪鸟肉质伤过硬，无甲可能摕来食。公司新闻花莲报道。高雄市伫高山游泳池是全国头一座的智慧安全监测系统，水上甲水底计共是有16台的摄影机那受水的民众有状况，会随单警报来通报救生员。我们正常的慢慢的游过去。教练带学员当咧进行游泳训练，学员一个接一个游过去。不过其中一个学员像体力未堪力，出现堵水的情形。水上甲水底装饰的摄影机监测到，透过 AI 智慧分析发出警报声音，救生员随来救人。高雄市高山游泳池正做全国第一座水上水底拢有智慧安全监测系统的室外游泳池。文化局讲，若是示范效果好，未来会扩大推广。那准讲10秒这咱的游泳者的人无动的时阵，伊就开始有一寡警示的资讯，会当紧传互咱的这救生员，互伊会当伫第一个时间，就会当马上去查清楚。甲室内游泳池较无共的是，室外游泳池较高反光，因此水上的镜头爱较侪支，才会当减少 AI 误判。以高山游泳池来讲，水上有14支镜头，水底有2支镜头。只要 AI 监测到人受水伫水底，画面的圆点就会对蓝色、青色变成红色。渡水超过10秒钟，就会随单警报通知救生员。救生员讲，游泳客若多，敢若靠一个救生员得顾，确实会有不足。现在有科技来斗3工，因的压力会当减轻真侪。
可能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银发族，他们在做练习之后，我们会没有注意到，原来他们在水底下。那透过这个摄影机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整个这么大的场域里面，我们知道谁有问题，或者是谁可能有意外状况发生。将智慧科技运用在公共安全，文化局表示，虽然其他县市冇做类似的设备，不过在水上水底拢有放镜头的室外游泳池。目前敢若高雄市有做，未来因会豆豆来推广，让市民有更加安全的运动环境。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台东县的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拍算要伫离岛的大白沙海溪来定出畅水的规范，嘛拍算要收费哦。规定讲有爱有教练哦，才会当去畅水，望讲会当来保障游客安全。绿岛西南边有一个将100公尺长的大白沙沙坡，是观光景点，游客会来这翕相爽水。伊伫海底有真丰富的景观，亲像大教堂、施工磅空等等，是近海水鱼、畅水味甲自由畅水味族群的天堂。看到很多鱼，这个海扇啊，有红鱼啊，有不同类型的鱼。绿岛上受欢迎的水上活动区集中伫叉口甲石浪，便若热人就吵。毋过这2个地点是台东县府管理的范围，因若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着推展安全而且友善生态的水上活动，去年就和绿岛水上休闲游客活动发展协会合作，伫东管处管的大白沙规划水上活动导览示范区，要画出海底导览图，培训自由畅水味甲水戏畅水的导览员，还有附近的机制甲2种人客带去无共区，避免冲突。另外也按算规划畅水味区来消透目前绿岛水上活动的人丁甲生态压力。在游戏活动上面的一个冲突，可以藉由这样子一个制度呢，可以做到一个管理。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要保育我们整个大白沙海底的一个美丽的景观跟生态资源。培训这些当地的这些教练，水流啦，还有它的环境啊，还有它的生态，充分的去带这些潜水员到大白沙去玩。东管处表示，目前协会已经开始进行大白沙畅水味导览员的培训，不过今年大白沙沙坡敢要收钱，搁咧甲当地民众讨论，今年暂时是未收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